關於名媛蔡天鳳前年俾人肢解碎屍呢單案，事後前夫鄺港智三父子被控謀殺罪。前家姑李瑞香否認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受審。琴日蔡天鳳母親張燕花響區域法院作供，講返近年李瑞香全家都係阿女俾錢，李瑞香破產後負責照顧小孩等證供。張燕花憶述李瑞香等人對一對孫子有錢咪錫咯，冇錢咪我哋顧咯，佢嫁咗譚仔之後有錢就錫啦。辯方代表大律師陳慕賢問及鄺港智蔡天鳳2013年婚宴禮金事宜，張燕花指李瑞香當時話冇錢，細路仔都有啦，咪擺咯，但是李瑞香連1蚊都冇俾過。張燕花否認李瑞香曾在財政上支持兩夫婦，提到李瑞香曾經破產，聽講由於炒窿股票蝕本。辯方反指李瑞香破產只因時裝店生意失敗。張燕花直言10多年來先後由自己和蔡天鳳負擔家庭開支，近年李瑞香全家都係阿女俾錢，李瑞香破產後負責在加多利山居所照顧小孩，蔡天鳳因為咁向李瑞香支付薪金，每月至少5萬元，有時真係10幾20萬咁俾，甚至俾過高達40萬元。所有小孩開支加完薪金，膳食開支再另外計算，李瑞香等人奶粉都冇買過1罐。直至2人離婚為止，連飯佢哋都冇請過我食一餐。張燕花揚言李瑞香等人對一對孫子有錢咪錫咯，冇錢咪我哋顧咯，佢嫁咗譚仔之後有錢就錫啦。唯張燕花仍然形容與李瑞香關係好好，唔會成日攞嘢俾佢哋。鄺港傑被追問下稱忘記接載蔡天鳳到何處野菜冇疑心，張燕花憶述前年2月23日案發時，被告李瑞香不停叫我唔好講，乜嘢都唔好講。然而自己認為個女唔見咗，我一定會配合警方㗎。張燕花續指當時鄺家全家都冇一個關心嗰種。李瑞香稱你咁快報警，真係會撕票㗎。鄺港傑話飲醉酒聽日返來啦。然而自己再追問鄺港傑曾接載蔡天鳳到何處，鄺港傑卻稱大埔嗰條街唔記得咗。張燕花遂起疑心。新聞報導完畢。如果對以上新聞有興趣，請訂閱並推薦一下啦。